聽講咧，今日睇嘅呢個屋苑咧係珠海銷量 No.1 嘅，而且仲好多香港街坊朋友買咗呢度，因為佢可以做到低首期，純首期2萬蚊就可以上位啦。你睇身後就可以見到啦，好多街坊已經入住到呢度噶啦。如果想買珠海性價比最高嘅樓盤咧，我覺得呢個屋苑咧非佢莫屬啦。首期只需要2萬蚊啦，總價68萬起就可以買一套精裝3房啦。咁而家睇嘅呢個戶型咧就係116平方嘅4房單位啦，可以見到呢個戶型嘅使用率全身出嚟嘅100%使用率喎，超高噶。咁而家做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包括呢個餐廳位夠晒大啦，佢又可以做到豎廳，又可以做到橫廳嘅設計，先感受下。哇，空間感係非常之大咧，包括外面個大露台係超大噶，而且屋苑樓下咧有幼稚園啦，仲有商業街啦，都係滿足到業主嘅衣食住行嘅。翻到廣州大橋都有直通巴士直接翻到香港市區噶，係交通都非常方便嘅。可以見到啦，包括對主人房擁有270度嘅採光面大飄台係俾到你使用嘅，呢度戶型真係非常之唔錯啊！而且仲係套間嘅一個設計。如果有中意嘅朋友咧，不妨關注翻我雲室領取呢屋苑嘅詳細信息啦。玩具睇樓，揾個雲室專業為你。